智慧係乜嘢呢？我都響一段嘅時間咧去思考呢個嘅問題。當然我都冇咩諗得到。但係讀完一兩本書咧，我都有一啲嘅啟發。首先，我覺得係我哋應該諗下我哋自己係咪有好高智力嘅人呢？或者有智慧嘅人咧，或者兩者兼備，或者兩者都皆缺。如果係嘅話，又根據啲乜嘢呢？咁當然我自己都去思考自己係咪一個有智力高嘅人呢？咁我就冇乜做過 IQ test 嘅。咁就但係喺某程度上邊，我覺得我嘅知識都係闊嘅。但係如果講智慧呢，我覺得就未必係有啦，或者係間唔中有少少咁樣。咁我當然有自己嘅根據啦。咁未講呢啲根據或者我自己觀察之前呢，去睇下智慧嘅本質。其實智慧呢個嘅詞語呢，係嗰個內容好豐富嘅，唔容易講，唔容易掌握嘅。起點其實呢係一個生活嘅技巧。響舊約嘅出埃及記、歷代志都提到呢，大祭司亞倫係要做嗰個聖服，即係著嗰件聖服呢，佢嘅工人嗰啲手工巧奪天工，幫助做會幕嘅亦都係嗰啲工匠嗰個嘅技巧。所羅門做聖殿嘅工匠，同樣呢，我哋都睇到呢啲嘅人呢，我哋都稱佢為有智慧，用咗智慧呢個字。咁其實就係講到一啲技巧，可以咁講嚇。當然呢個唔係話智慧好似好虛泛、好虛咁樣。咁但係實質上呢，係會講緊我哋生活上邊點樣用到一啲嘅技巧。智慧唔單止呢係有智力嘅，有 intelligence。同樣呢，但係佢又唔必排除嘅喎。其實通常有智慧、智力嘅人呢，有智慧嘅人呢，佢一定有智力嘅，但係亦都唔一個等號喺裏邊。可能有啲人冇讀過書，冇咁多學識，但係佢係有智慧嘅。所以呢個就係嗰個難處啦。OK，因為我哋好多時就將兩者呢去結連，或者有時將兩者排除，但係其實兩者都係有關係，但係亦都唔係互相等於嘅。智慧唔等於智力，但係佢係超越咗智力。咁聖經呢有講到4種動物嘅，佢哋講到佢哋一啲生活嘅技能。邊4種動物呢？唔係貓頭鷹，而係螞蟻、沙番、蝗蟲、守宮。有2種我哋都係好陌生下嘅，沙番同守宮。咁呢4種動物呢係甚為聰明，因為佢哋好識得用佢哋本身嗰個嘅身體嘅特徵，同埋佢哋自己嗰個上帝俾佢哋嗰個能力呢去生活。螞蟻係一啲好冇能力嘅昆蟲嚇。咁我哋好多時呢啲人好殘酷，話我用腳好似用螞蟻踩死你咁樣。咁所以好冇咩力量啦，係咪啊？細如螞蟻，但係佢哋有個智慧呢，能夠喺冬天裏邊呢去準備食物。先講蝗蟲
蝗蟲當中咧冇君王嘅，但係佢係分隊而出。咁你見到咧約珥書同埋或者啟示錄咧都講到蝗蟲一隊隊咁樣出嚟，好似軍隊咁樣。咁沙番同守宮咧，沙番咧係一啲好身體柔軟嘅，佢哋要依靠嗰個匿埋嗰啲磐石裏邊咧，做佢哋嘅房屋即係佢哋要喺嗰度住嘅。因為身體柔軟咧，佢就能夠有一個嘅適應性嘅嗰個我哋所謂嘅捐窿捐罅啦，所謂可以捐入啲好細嘅地方，咁有成為佢哋一啲嘅保護。守宮咧就係我哋所謂嘅蜥蜴啊，或者一陣再講啊。佢能夠爬牆爬入到皇宮裏邊即係佢能夠去到一啲好高貴嘅地方。皇宮係一個好守衞森嚴嘅，但係不能夠防止呢啲蜥蜴或者呢啲嘅昆蟲咧，呢啲守宮嘅昆蟲咧爬入去。所以呢四種嘅小動物咧，其實係甚為聰明，佢利用佢嘅身體嗰個嘅神俾佢嘅功能咧，去響唔同嘅生活嘅環境裏邊咧，能夠做到一啲嘅適應同埋保護自己。沙番咧，我哋好少提嘅，因為佢響中東同埋非洲嘅地區係生活嘅。咁香港應該唔會有呢啲嘅動物咧去出現嘅。佢哋係響曠野啦、加利利嘅河谷啦、西奈半島啦、敍利亞黑門山啦一帶嘅地方。咁甚至響非洲一啲嘅地方咧去生活咁佢哋又會中意出嚟曬下太陽嘅喎。遇到危險咧，佢哋又捐翻去佢哋一啲嘅石洞裏邊咧，去保護佢自己咁喺動物學裏邊咧，可以咁講咧，呢四種嘅動物就有生活嘅智慧啦。螞蟻預備未來，沙番能夠尋找保護，因為佢嘅身體嘅柔軟，令嗰個柔軟性咧可以入到呢啲好細嘅山洞。團隊嘅合作，蝗蟲冇領袖，但係佢哋有團體合作。守宮佢哋可以適應嗰個嘅環境善用自己嘅能力咧去適應環境。所以守宮咧，我哋頭先呢度我都應該可能擺咗喺第度。所以箴言嗰個智慧咧，我哋從一啲嘅動物咧可以睇到，佢哋可能智力唔高嘅但係佢哋能夠好好嘅過佢哋自己日子，因為佢哋有了不起嘅生活技能。守宮咧係我哋香港成日講嘅蜥蜴或者我哋有時講喺屋企裏面叫做壁虎我嘅壁虎功啊嘛，係咪？以前功夫嘅你叫壁虎功所以喺蜥蜴或者呢啲壁虎裏邊咧，佢哋有佢嘅功能嘅，佢哋幫助我哋捉一啲嘅細嘅昆蟲作為佢哋嘅食物咁樣。所以 IQ 同 EQ 有一本書咧，其實係將 IQ 同 EQ 去咗一個比較。IQ 智商高嘅人咧，佢哋能夠喺嗰個事實嘅掌握裏邊咧，或者數學電腦嘅程式邏輯嘅推理或者對事物嗰個理解咧，佢哋會係呢啲智商高嘅人咧係會優勝嘅。但係喺 EQ 咧，喺個情緒智商裏邊咧，呢啲人咧同樣係具備其他方面嘅能力。佢哋有節制、熱心能夠喺堅忍激勵自己前行當遇到挫折嘅時候咧，佢哋自己識得去勉勵自己，
控制佢自己嘅情緒衝動唔急於享受如果仲記得咧，我哋細個話你俾一粒糖一個細路哥，睇下佢咪即刻食。如果佢能夠唔即刻喺15分鐘或者一段時間之後食咧，我哋俾多一粒佢。OK，咁其實呢啲人咧，呢啲嘅小朋友嘅呢啲人咧，佢哋係能夠咧去控制自己嗰個慾念可以防止自己一啲有壓力咁樣亦都有同理心，容易咧係樂觀嘅人。OK， 盼望。所以智慧同智商呢一樣嘢咧似乎智商情緒智商智能咧嘅觀念咧係似乎合聖經一啲。智慧其實係一種嘅技能佢能夠知道事情咧係如何運作，所以未經雕琢嘅智力咧，佢只係知道點樣去嗰樣嘢係點樣，但係佢未必知道嗰樣嘢係如何去實際背後各樣嘅情況嘅運作。所以有時我哋做電腦程式或者係做一啲技巧嘅時候咧，可能我哋掌握到嗰個過程每一個步驟，但係我哋有時我哋需要有一啲嘅情緒等候耐性，先至能夠咧去做得嗰件事咧更加嘅完美。事情係咁啦，但係對人咧更加係一樣。OK， 幾乎每一個部落咧，或者可以咁講，每一個民族咧都係有佢自己嘅箴言。咁當我哋講到聖經嘅箴言然後箴言又講到智慧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有一個問題啦。咁既然每一個民族都有佢自己嘅箴言，當然每一個民族都有佢自己嘅智慧啦。咁呢個係唔能夠否定嘅。咁聖經嘅箴言又有什麼不同呢？或者有什麼厲害嘅地方呢？首先，聖經嘅箴言或者可以咁講，聖經嘅智慧呢，可以咁講係有一個管教責備喺裏邊有一個呢個成分嘅所以當你讀到箴言嘅時候呢，好多時就係有呢個10篇係講緊我兒篇呢，就係有一個責備同管教，有口頭嘅，有身體嘅。OK， 如果對一啲嘅唔同嘅人呢，第二佢有成功嘅意思，智慧能夠讓你有一個成功嘅洞察力，你具有一啲 insight 所以我哋當教 AI 嘅時候呢，我哋講 AI 將一啲嘅資料呢係分開咗5個嘅層次。最簡單嘅就係一啲嘅資料或者一座山咁樣。咁一座山就有一座山啦，係咪？咁如果我哋將一座山配上一啲嘅高度或者佢嘅坐向佢嘅面向或者佢嗰個泥土，咁我哋就除咗呢啲資料咧，就再提升一級㗎咯喎。咁所以去到最高嘅級別咧喺 AI 嘅資訊裏邊咧，就係有冇洞見所以如果你能夠組織咗呢啲資料，然後講出嚟咧，就係有一個第3個層面然後去到第4個層面，咁最後咧有冇洞見啦？與人有冇不同啦？OK， 最近我睇一篇嘅文章咧，就講到一啲大學嘅學生佢哋點樣用 AI， 咁有啲咧就直情係冇用，咁所以佢哋咧錯漏百出。有啲用咧，佢哋只係用響一啲嘅文章或者一啲資料嘅處理上邊，以至到喺課堂裏邊做一啲嘅簡報嘅時候咧，當教授問佢哋嘅問題，
佢哋根本對資料背後嗰個嘅意思呢，係不能夠完全嘅理解同埋解答。第三類人呢，佢不只用 AI，佢更加係用心同埋自己響資料上邊呢更深層嘅研究。咁呢啲人係比較少，然後但係相當出色。所以大家都有用 AI，大家都有電腦，但係點解有啲人佢能夠有洞見，有一啲嘅洞察力喺裏邊呢？就係佢呢個嘅洞察力嘅成分呢，其實佢係用咗一啲嘅努力同埋心機，再加埋呢，佢能夠有一啲嘅正確嘅解讀處理嗰個情景同埋人事物。所以智慧呢一個字呢，焦點唔在乎智性上嘅知識。聰明同智慧呢兩個字呢，係好重要嘅一個層面，即係話俾我哋聽，當你有 AI，你有好多嘅知識嘅時候呢，唔等於你有智慧。而我哋需要有聰明同埋知識，因為呢啲係能夠幫助我哋呢去洞悉響嗰個處境嗰個情景點樣用。真正嘅知識呢，其實有一個目的，就係與人與神同埋與呢個環境彼此嘅發生一個有智慧有洞悉嘅關係。所以每一個民族都有佢嘅箴言，有佢嘅智慧，但係真正嘅智慧、真正嘅知識，其實就係能夠與神係有關係。呢個關係呢，其實亦都幫助我哋有一啲嘅分別，一啲 discernment 或者一啲嘅辨識喺裏邊。呢個洞見其實唔同嘅事情有好多黑色、灰色、白色嘅唔同嘅境況。點樣能夠有一個辨識喺裏邊呢？其實呢一個嘅洞見就係話呢個人能夠長加去考慮、冷靜嘅思考，而基本上呢個扣連呢，其實同尊敬上帝係好有密切嘅關係。到最後有一個好重要響箴言嘅第一章第2到7節呢，其實嗰度提到，當我哋話有智慧嘅時候呢，我哋要有幾個基礎：仁義、公平同正直。如果冇呢啲基礎呢，嗰啲唔係智慧，嗰啲可能係一啲侵略、一啲剝削、一啲對別人嘅鄙視。所以仁義、公平同正直呢啲就係上帝要求我哋行事嘅基礎。有咗呢啲基礎，先至能夠有真正嘅智慧。